新月在白羊座，傷痛中療癒自我，擁抱自己的不完美。在今天這個白羊座能量大爆發的日子，日落後月亮也來到白羊座的位置，形成一輪極具轉化能力的新月。這時綠火行星及海龍星也聚集於此，攜手打開自我意識之門，照亮內心傷痛的一隅。在海龍星及土星的參與下，是次新月會觸發更多我不夠好的自我質疑。這種負面念頭甚至演變成各形式的焦慮及神經緊張，使我們容易小事化大，將所有問題都跟自己的能力或命運扯上關係，難以用持平的角度去面對目前的阻力。如果目前感受到許多擔憂與諸事不順，那麼目前急切的並非強迫自己積極地解決，而是先放下過度執着於的念頭，並嘗試先把過去所有根據經驗推論得出的結果全部放下。我們需要覺察到，是否曾因過去被傷害、被否定、被貶低，而變得執着於想靠自己去處理生活上的所有難題，急着去證明自己的想法與價值，因而產生過度的自我要求，亦將所有要求都投射到周邊的人事物上，造成不必要的衝突與失望。這個新月帶來重要的訊息，別因為太想證明自己，而忽略了真正的自我需求。當試圖更努力去達成某些條件，而令自己過度心累，我們就無法看見內在的聖火，徹底迷失在生活經驗的牽動，任由情緒風暴擺布，思緒起伏而難以平息。在最近這段日子，請不要對自己過度苛刻好了，放下並非為了放棄什麼，而是為了讓感受力重新流動起來，讓那個單純好奇的內在小孩重新活躍起來。只有找到簡單而清晰的視野，不再因為傷痛與恐懼而將自己逼到絕路，才可讓內在的聖火燃燒，引領自我走上靈魂許諾的路途。